氣勢磅礴嘅吶喊，再配合整齊嘅敲擊，聲勢浩大，震撼人心，吸引好多途人停落嚟欣賞。呢個就係流行於潮汕地區，有中華戰舞之稱嘅英歌舞。英歌舞就係源自潮州嘅傳統嘅一種舞蹈，佢哋就唔係好興舞龍舞獅嘅，佢哋有咩喜慶啊，佢哋就會通常去表演英歌啊咁樣咯。咁佢個起源咧，咁其實都唔係話好有詳細嘅記錄嘅嚇。咁口耳相傳就好多都係話係嚟自秧歌啊，即係喺田入邊插秧啊。有一段時間禁舞，咁佢哋就將啲武術就融入去個舞蹈入邊咯。咁再有啲就係話係佢加入咗啲戲劇元素啊，所以入邊有一啲《水滸傳》嘅角色人物啊咁樣咯。英歌舞自明代開始流傳，時至今日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集舞蹈、音樂、武術、美術於一身嘅民間藝術。最主要就係鼓、鑼、茶、當咯，呢四個。另外一個就係我叫鑼，一個好似號角咁樣。人數就基本上佢係冇限嘅，但係咁越多人就梗係越好睇啦。咁我哋都唔會少過10零20人到咯。上限就如果係跟翻佢個故事係《水滸傳》，就應該唔會多過108個嘅表演角色嘅。表演者跟住舞蛇者嘅步伐，再配合舞蹈動作同埋隊形轉換，生動咁展現出梁山好漢嘅英雄氣概，同時亦反映潮州人嘅豪氣同埋團結。呢份濃郁嘅地方色彩，正正就係民間歌舞嘅魅力。英歌舞係一個團隊嘅團體嘅舞蹈啦。咁其實佢相比起佢嘅動作咧，佢係更加着重佢嘅氣勢啊，好有能量。我哋跳嗰陣時，我哋會拎兩支棍去敲擊㗎。咁嗰個拍子其實就同打鼓個係同一個拍子打落去。佢打一下，我哋就敲一下咯。但係就佢就唔會一下一下咁敲嘅。佢通常會分做3拍、4拍同5拍咁樣去打咯。咁個拍數越快，代表個進程越快咯。一張張色彩鮮豔、紋理細膩嘅英歌舞臉譜，突出角色嘅人物性格，令觀眾睇得更投入。通常咧，英歌舞嘅面譜咧分為2類嘅。第一類咧就係傳統嘅《水滸傳》嘅面譜啦，就另外第二類咧就係而家虛構嘅鬼怪啲嘅面譜，就即係主要都係猙獰啲啊，同埋恐怖啲嘅。首先咧，我哋會將佢同佢哋紮咗個頭髮，即係唔好成日揼落嚟啦，會影響個化妝啦。咁紮完個頭之後咧，就開始化妝啦，就會打個白底先啦。打完白底之後咧，就根據佢嘅角色同埋服飾嘅顏色去畫啦。正常咧就20分鐘內或者30分鐘內就搞掂啦。咁工具咧就主要都係一個粉撲啦，同埋一啲筆同埋顏料啦。傳統上面，演員會自己化妝畫臉譜，但由於大部分隊員年紀較細，所以呢個重任就交俾洪教練或者其他較資深嘅隊員負責。因為以往同而家咧嗰個化妝咧就一路咁因住時代去轉變啊。咁我哋啲化妝師咧，即係都係隊員嚟㗎啦。咁佢哋有好啲構思構圖。以往咧就好傳統嘅，但係而家咧就冇特定㗎啦。咁我哋會畫多啲details 啦，同埋多啲顏色啦。咁你出到去舞台咧就會比較 sharp 啲啦。咁人哋望落去都話哇好靚啊咁樣咯。呢個咧係飾演燕青嘅角色。咁啊佢係文武雙全一個人嚟嘅。
咁就所以咧就係一邊係好靚仔啦，另一邊花面即係代表咧佢功夫好了得嘅，其實就咁啦。跟住佢就個服飾咧主要係黑色，咁所以襯埋個頭冠咧都係黑色啦。咁成套咧就係好有型。《水滸傳》梁山好漢嘅英雄故事係英歌舞嘅核心，黑旋風李逵、花和尚魯智深都係經常會出現嘅角色。傳統嘅英歌舞表演者都係男性，所以演員通常會以男扮女裝嘅形式呈現《水滸傳》入邊嘅女性人物。但要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少不免要打破固有嘅傳統。國內嗰啲佢哋係成隊全男就全男，咁佢入邊有啲女角嘅都係由男性去飾演咯。咁我嚟到我哋元朗呢度就冇分男女角噶啦。《水滸傳》入邊其實女角嘅角色係得3幾個唔多所以咁我哋男女個比例反而係女性居多咯，所以都冇咁多女角俾佢飾演。以前就淨係潮州人添，佢哋淨係潮州人自己跳，咁然後佢哋都唔係話好夠人啊，咁亦都冇咁排外啦，咁就多咗啲外人。咁之後直頭連女士都可以一齊跳。英歌舞喺2006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經過數百年嘅承傳，逐漸發展出唔同流派同埋風格。嚟到香港嘅英歌舞亦加入本地色彩。24式就係我哋元朗第一輩跳英歌嘅前輩，佢哋嘅傳統套路嚟嘅叫做嚇。咁跳咗咁多年啦，咁10零年前開始咧，就有2個師傅，咁佢哋話不如諗一套新嘅套路動作出嚟啦咁24同53最主要分別就係24係一個人自己跳嘅，53就一定要2個人對打咁樣咯。呢班年輕人跳起英歌舞功架十足，其中身為大師兄嘅袁文樂接觸英歌舞超過10年，負責隊入邊其中一個重要角色。我嘅角色係李逵，咁就負責跳黑蘇呢一個位置，咁就通常係帶領大家，即係跳舞嘅途中係帶領大家，可能做一啲指揮啊之類咁嘅嘢。顧名思義，黑蘇我成身都係黑色嘅，頭冠黑，咁仲有條須係黑色嘅。咁一開頭其實冇咩特別大興趣嘅，到我真係中意嘅時候，因為可能小學做得比較少運動啊，咁就跳英歌舞，幾好玩，咁同埋。當你睇到我哋表演嘅時候，我哋動作都幾多，好複雜，咁體力勞動多啲，就當用嚟做下運動。因為以我所知，香港即係得我哋一隊英歌隊嘅，咁就如果連呢一隊英歌隊都冇埋，咁即係代表我哋香港係完全冇晒呢一個文化，咁就冇人承傳落去咯。咁就即係原本有嘅都變到冇，咁就好似白費晒之前嘅所有努力咁樣，係啊。彭偉健指出，現今社會發展迅速，傳統民間藝術好容易受到新興文化或者娛樂嘅衝擊，大家唔再願意花時間同埋精力學習傳統藝術，令呢啲傳統文化慢慢消失。好多時我出去做嘢啊，或者各樣，我一知道嗰人係潮州人，我就會問佢：你知唔知英歌啊？其實問10個有9個都唔知咩英歌。近年就好少少，因為近年國內就好大力推廣，就多咗人認識咯。好彩喺香港仍然有一班年輕人願意接棒，令英歌舞依然頑強咁展現傳統文化嘅另一種生命力。對於呢支喺香港土生土長嘅英歌隊，師生都希望佢能夠繼續茁壯成長。香港咁多年嚟，真係得我哋一隊英歌隊。冇其他人做呢啲嘢，咁如果佢淘汰咗，即係我哋幾十年嚟由第一代嘅前輩到我哋依家所做嘅嘢就付諸流水冇晒㗎啦。英歌舞嘅發展過程入邊，民間團體嘅角色十分關鍵，佢哋唔只係英歌舞嘅守護者，同時亦係英歌舞嘅傳承人。
佢哋憑住對呢門藝術嘅熱愛同埋執着，將英歌舞一直流傳落去。英歌舞嘅化妝就係呢個化妝嘅特色咯，就係有呢個化妝先係知係英歌舞。即係相傳啦，《水滸傳》啦，咁就係梁山好漢啊嘛。咁佢哋因為俾官府去即係追逼啦，咁樣出嚟緝拿之類啦，咁佢又即係唔想俾佢知道自己嘅身份、真正嘅面目，所以就化咗妝，就逼咗上梁山咁樣。一定辛苦㗎，其實都係抱住跳得一日得一日嘅心態，盡力做好嗰件事佢咯。你中意嗰樣嘢，你就想佢會繼續去保存落去。咁喺練習啊同埋表演嘅過程入邊都辛苦㗎，咁可以練到你嘅堅韌啊。咁英歌真係都入邊包含嘅元素都幾豐富，我覺得都係可以值得係繼續係有價值咯，喺呢個時代度。